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10月14公视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桃园市发生送餐人员出车祸不幸过往，市政府嘛咧查明接订单的网络系统甲送餐人员是冒失头还是请工的关系。行政院调查讲，35岁以下的少年人平均测所得比较逐英年有较悬，可见少年人趁少有当店咯。高雄一个大学生，逐工手机拢飞超过10点钟，经过2个多月，竟然产生有红色甲草青这两色的色雾。双十节迄日半暝，桃园市发生替人送餐到府上的外送人员，伫咧半中途出车祸，不幸过往的代志。桃园市政府当嘛咧查明讲，接订单防点菜，这网络的系统，甲伫咧街路顶走动的送餐人员中间，算是冒失头，还是偷加辛劳，用请工的这款关系，因为这有牵连到职业安全的顾虑，甲劳基法的认定，拢总着要理互清。伫国庆迄天的半暝，桃园发生一件外送人员伫送菜路中车祸死亡的事件，嘛引发外界关心外送人员的风险。桃园市政府劳检处拜上班的第一天，随调查外送平台甲外送人员是承揽或者是雇佣关系，来了解治安甲劳基法的问题，嘛是全台第一个主动调查的县市政府。这样的一个新兴的模式，是不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云端跟 App 的一个方式，跟这个外送员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指挥监督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了解的重点。市府劳检处表示，外送食的物件是新的商业行为，根据公司所在地伫台北，会先会同台北市政府甲劳动部进行调查。外送人员会受到平台指挥监督，都应该是雇佣关系。劳动部嘛做出一寡相关的规定。那站在我们工会团体的立场，当然是认为他们是属于雇佣制，因为他们被要求要穿着有识别性的背心，还有使用公司的物品，甚至需要打卡或者是有被扣点的制度等等之类的。桃园市产业总工会认为，外送人员是直接向指挥监督状况，是雇佣制度，发生意外都是实在案件。这期包括Foodpanda在内3间外送平台是假承揽真雇佣。发生意外，爱外送人员家己负担风险，并无合理，要求劳动部爱随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敢若顶礼拜就发生2件送餐的人员的交通意外，不过伫咧网络红点菜接订单的业者拢讲，送餐人员是来冒失的，万不利若有失伤，劳保是无通给付。早起伫咧立法院，劳动部柯明春部长嘛说明讲，会会同地方政府去办理劳动检查，是冒失头还是新劳业？判断过，才过来认定。后来2大送餐平台Foodpanda甲 Uber Eats 小连续3天发生2件外送员车祸过身的事故，引起外界注意。在去劳动部长柯明春去立法院备询的时阵回应，伊强调讲会伫10拜一完成2件事故业者的专案检查，确认劳雇关系。我已经指示治安署会同地方劳检机关今天要进行检查，任何一个。有符合哈，包括不管人格、经济同属，有这种从属性、组织的从属性，那我们就会认定雇佣哈。不离个咱也列为质疑劳动部无尽到监督责任，一直到外送员小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才开始查业者敢是假承揽真雇佣的代志。我觉得他们是假承揽，不是他们说了算，是假承揽吧？我们也会，他其实是真的是在雇佣吧？显示他们的契约，只要是雇佣，他就要负起。雇主的责任。因为大部分平台业者讲，甲外送员算是承揽关系，所以无投保，而且强制汽机车的责任险，敢若针对第三人，毋是外送员本人。离开这个，美国 Uber Eats 若是订单为起的 App， 外送员开始送就需要保险。毋过同款的平台来台湾，外送员的保障煞差真济，认为业者是伫软法律无规范到的所在。Uber Eats 跟 Foodpanda， 请他们务必要替他们的外送员保意外险，可以做得到吗？跟委员报告，我们是监理机关，但我想就委员的建议，我们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请这个寿险工会，特别是产险工会吧，应该是
那么可以来表明他们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些商品的内容。我们可以请产险工会来发函。经管会保险局表示，目前会请产业工会研究，希望讲会当设计出营业中的机车险，毋过敢若提供予公司来保，个人袂当保。另外，劳动部表示，会伫2礼拜以内完成国内7间送饭白大业者的检查，而且会斗3工外送完成立资格工会来争取权益，禁止加承担的代志搁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备啊，咱每一人的收入，拢都要先将税金、有厝体租金，也是贷款。甲必要的保险金扣起来，才通算是有法度支配的所得。即马行政院调查讲，去年大学出业的人民平均册这款可支配的所得，一年当61万外，煞比专科出业的人有较低。毋过35岁以下的少年家平均册所得调查起来，一年当比较一年当有较悬，可见咱讲少年人趁少这款情形已经有开始咧打动了。受到少处罚和公司大厦的影响，高中毕业生根本人拢会当上大学，煞造成大学文凭是愈来愈唔值钱。根据主计总处调查，2018年大学学历平均每人会当支配所得615100块，加过专科学历的637500块，已经确定说6档拢加过专科。主科或是男科他们的技术员。他们也都是请大学，可他们都是请3级大学，那个也叫大学生啊。但那个就是2万5、2万6起跳，那就跟一般，比方说1级台清交成的话，一起平均下来的话，那平均数就直接拉下来。当你有一个专业、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出去工作的时候，你在你的专业的部分有所精进，那当然你的所得一定会比较高。主计总处调查嘛发现，青年所得收入继续增加。2018年所得收入平均年所得655800块，继续创下历年的新高。在各年龄层当中，包括未满30岁、30至34岁以及45至54岁，所得收入拢创下历年的新高。35至39岁所得收入是11档来的新高，也显示过去青年所得倒退率的情形已经有明显改善。发布的调查，他并没有去按照，不是说你做这份工作你的薪水是多少，而是你过去这1年里面，你不管是从这几份工作，你所赚到的这个劳动所得是多少。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如果年轻人为了增加自己的所得去打工，这也会让他的那个所得提高。学者认为，对最近这几年青年加薪所反映出来，并不是所有的青年薪水都较低，有的少年人选择比较有技术性、学习性的，那一开始起薪就比别人较悬，未来薪水的成长嘛比别人较悬，但是相对，若是伫咧读册的时阵，课业轻松，未来学习的机会较少，当然就较歹有高薪的机会。建议嘛是爱培养多方面的专长，提升自我价值，薪水才有增加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月初台中大雅工厂火烧，不幸牺牲2个少年的消防员。立法院各党团拢有针对消防法，打要提出修正。不过其中有的条文是独消防署所坚持反对，有袂少的消防员自昨暗就去困伫咧立法院的军宪楼门口口，早起佫行去到内政部，就是要争取要求法律紧改革过，消防署毋通佫再阻挡。经过一暗伫门口过暝，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代表成员拜一早起拄立法院群贤楼来出发，用行去内政部门口头前来召开记者会，呼吁立法院4大党团同意保卫消防员性命3权，而且保证伫本会期通过消防法修法，而且嘛要求消防署毋通去主动修法。目前消防署所提出来的所有的建议版本，都是阉割版本。它去除掉了我们所要求的明确定义高风险救灾。消防会表示，这个月初3台中大雅工厂火灾，互2个少年的消防员来过身，互人真遗憾。而且根据统计，17年以来已经有26个消防员因为公务来过身。为着避免悲剧佫一届来发生，消防法修正草案虽然已经伫内政委员会审查完成，却因为主管机关内政部消防署提出意见，到今佫伫立法院日头还未通过。虽然是消防员最高主管机关却长期无顾消防员，可能变作殉职的原因。消防人员殉职死伤当作范围，作为调查的基准。有这么困难吗？因为消防法修正草案拜下晡立法院召开党团协商，民间发起的人数短短5天以来就达到5684份。民间团体希望消防署会当顺民意来推扫消防改革。对这个代志，消防署今仔日人面册回应表示，有关退避权、自信权、调查权，都已经列入去这届修法，尊重调查协商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有第一线的基层警察甲民意代表陈情讲，因为这几年民众检举的案件愈来愈多，警方受理了后，就要一日查办，有影是劳军动众。但立法委员就烦恼讲，这基层的警察拢赶去办检举的案件，街路上哪来哪罕得看到警察在查案，安尼食对治安未必然是好。行车记录器和智慧型手机真普遍，民众检举交通违规，只个需要透过 App 甲相片传去伫当完成，互检举案件每一年拢在增加。对去年规档291万外件，去年超过317万件，今年顶半年都已经有160多万件，推估全年会超过320万件。台北市，我们要有100多个警察在那里过滤相片、看影音档。平均一个人要处理6000件的检举案。交通部回应，设计检举制度是因为要弥补环境警力不足，但是真正的环境反映，检举案件增加，颠倒造成环境必须要投入人力伫咧核对检举事情，若无会人控告结案。检视检举案件以违规停车和无拍方向灯上侪，立委质疑，因为要处理这一寡无立即危险的微罪，颠倒影响顺路人力，造成街头的检警率下降。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是认为说它可以补足警力的一个不足哈，那确实这几年就是说民众的检举案件越来越高哈，所以交通部跟警政署其实也就是说考量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包括就是说比如说民众送来的检举的这个案件的话，要具名。其实因为检举交通违规案件的量增加，今年开始检举已经改做是名制，但是检举数量也继续在增加。交通部表示，会和警政署下部会讨论，通盘检视目前的检举制度。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个当咧读大学的查某囡仔休热的时，逐工手机拢飞超过10点钟。经过2个多月，竟然开始有红的甲草青的这两色的色盲。上危险就是过车路，车红灯分袂清。医师表示讲，后天的色盲是目睭人感染光线的细胞受损害来所致。加在这个患者经过治疗，当时已经复原了。摕手机逐工用超过10点钟，这个女大学生进前因为休热，因无带智能耍手机后来过来过车路拢险互车弄着。原本伊就是别人弄红灯，一直到厝里的人发现，才知讲家己已经无法度分辨青红灯。我不知道那个是红灯，然后要过去的时候拉住我，然后问我说怎么这么危险，就要闯红灯。女学生只有近视，无目睭相关的遗传病史，经过医生确诊是后天性的红青色盲，检判是互手机的蓝光射电线照上久，感光细胞受损，锥细胞还有杆细胞的受伤。那受伤之后，他那个感觉那个光的那个判别颜色的功能产生了问题。医师表示，色盲一般真歹治好，但是女大学生除了食药补充叶黄素，搁再加上食补，促进细胞再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嘛好，有民众看手机唔通射电线超过3点钟，一天上好伫5点钟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有真侪观众朋友，无论老共井，少年人手机一天飞10几点钟。目睭定定有各样，毋过咱人甲讲，伊讲，当我的身体我家己知啦。真侪爸母嘛共款，身体遮艰苦，遐有各样，毋去看，拢讲我的身体我家己知。实在有一句台湾俗语讲了真有道理，讲真捌真惊，毋捌毋惊。咱身体流啊淡薄仔有重大的时阵，咱就要来检查。公司台语台每一项的新闻节目，拢咧提醒你正报的、正办的。医生伫咧讲的健康知识，你着爱听。真正捌，咱就会愈惊。因为过去人一句话嘛咧讲，你小问题毋医治，小可空喙毋料理，你着囥甲讲，家己无法度去复原，身体无法度去治疗的时阵，是到烦恼袂赴啊啦。因为人讲，囥酒会芳，囥病是会重。这样影呢，小可有重大，叫你讲手机减8挂，你着毋信道。叫你讲。骹骨咧酸，也是讲头壳咧痛，也是讲心脏歹喘气，安尼小可喘气爱真食力的时阵，你毋赶紧去看，囥甲讲着爱送急诊才甘愿。真侪爸母有当着健康这方面，咱着爱斟酌，因为千金万担拢有人摕，敢若病痛，
辛苦病痛咱都爱家己担，健康才是宝啦。平常时啊，劝酒的芳，劝病道的重，你都爱听入耳。尤其现代人，有当时啊，毋是讲干那听一个先生咧讲尔。咱英语有一句话嘛咧讲，都爱去问第二个先生，去找第二款的意见。因为过去台湾人嘛一句俗语话，讲先生言，主人福。无共款的先生，有当时啊无共款的判断。那第一个先生甲第二个先生甲你诊断共款，该开刀你都爱开刀，该治疗你都爱治疗，毋通搁拖咯。啊，第二项意见，这就是袂属一种先生言。先生无共款的讲法，有当时啊主人判断落，咱身体会就此复原嘛无听着。因为较早人嘛伫咧讲吼，你有当时啊，若食毋着药吼，开搁较济都无效。啊，若食着药，青草一叶；啊，若食毋着咧，食毋着就爱人参一蕉。吼，这个人参食一蕉，就爱10斤照一斗，10斗照一蕉，食甲来都破散去啊！啊，就是食毋着呢。啊，毋则这个人参就是遮贵重，所以人社会一句话嘛咧讲这个人吼，数码开真重，这就是讲这个人结一个身份歹斗阵啦。啊，人参遮贵重，有当时啊无法度救命呢。你得爱听先生的，食好着，食着药会青草一叶。是讲吼，毋是干那讲健康爱注意，有当时啊去外口佚佗，安全哦哪会顾好？台东南环的山区有一搭海拔1500外公尺高的绿松温泉，要行落到温泉迄个山势是真惊，无挽绳啊踏袂条，中国有一节爱抗炎石，规段路是拢真刺激。毋过上是一个假期，就500几个人客专工行骹到，总是林务局嘛提醒民众，安全的装备要穿好到，才袂临急发生危险。伫咧野溪大自然的环境内底浸温泉，变做即马寒冷时阵，真侪民众上喜欢的户外活动，尤其是去互号做七彩温泉的南环赤松温泉，像是一连续4天的休困日，就成超过500外游客来遮浸温泉。布里哥要来遮浸温泉是无简单，因为爱行500外公尺、超过70度的山脚，而且游客毋但爱游索啊落脚，还有一段爱爬岩石的小路，刷落来爱撩溪过新母女溪水头的小溪。所有来遮游客，就那就是经过一场障碍赛同款，才会当得到浸赤松温泉的奖励。是也很让人害怕，但是好玩哦。啊，毋过浸温泉了要往回行入去山顶，互游客体验到落山是真简单，上山真困难。目前台东山区有真侪野溪温泉，林务局呼吁民众爱请领导来带，而且爱注意安全，而且该遵守森林的约束，毋通留任何的粪扫，嘛莫甲大自然的资源炸走。这几个步道其实他们都会有溯溪的一个行程，所以的话，那个溯溪的一些装备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哈。台东林管处嘛提醒，有一部分的野溪温泉需要申请入山登记，请民众爱注意。啊，毋过赤松温泉目前算是原住民保留地，无需要来申请。不过当地领导建议，体重超过100公斤，也是心肺功能无好的民众，毋通想讲要来遮浸温泉，才袂来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今年 APEC 亚洲太平洋地区合作的经济领袖会议，11月要伫咧南美洲的曲里这个举办。蔡英文总统今日亲身宣布讲，由台积电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搁再一摆担当领袖的代表，替咱政府去出席参加。我要正式宣布，我们将再一次的邀请张忠谋创办人担任我国的领袖代表。总统蔡英文宣布，在为下日智利举行的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佮一摆担任咱国领袖代表出席。嘛，交代伊两个任务，望将咱国这几年推动数位社会佮数位国家的成果，传达给其他的成员国，将台湾推动包容性及永续成长的努力分享给所有的国际伙伴，共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及永续成长。为李登辉时期较大的 APEC 代表，张忠谋上早伫2006年边政府时期担任过，这2年即个蔡总统时期第2摆接下任务。过去蔡总统无法委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出任代表，过去咱国出席 APEC 战绩上悬的纪录是马政府时期的前副总统连战甲萧万长。今年张忠谋是毋是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张忠谋强调，但是川普去一定会甲见面。嘛强调，因为美中贸易已经有初步协议，川普参加可能性嘛增加。这个4个5个礼拜，刚刚跟 APEC 的会议的日期
吻合啊。所以今天我认为是Trump总统参加的可能性增加了。中常部去年8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副总统彭斯见面，那今年伫 APEC 若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会讲什么引发关心？除了 APEC 领部，中常部正前阁强点名，出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副手，嘛利用机会做澄清。韩国瑜请我要我当我报纸上看的，没有这回事。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高门特市长顶日拍俏谈，讲家己体力会较好，是因为有食安非他命。今仔日早起，伫咧市议会就有议员要求警察局长将市长带去验尿，查明事实。另外，当有消息讲郭台铭会排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头一名，郭文特则排上尾名。两边是拢表示讲，那这是还无定案的。下去以后，你给他验尿，如果有的话，你就给他抓去勒戒；没有的话，你就妨碍公务治他。副机关要求要带台北市长郭文哲去验尿，警察局长真解救。会伫咧机关质询的时阵发生这种情形，就是因为郭文哲前几天去台中为主地兵徛台，结果私底下开讲的时阵讲家己一直上他体力遐尼好，是因为服用安非他命。你在鼓励大家吸安吗，市长？我在问你。不是，我跟你讲哦，这个常常是这样的，听人也知道我在开玩笑。你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你实在是太有目的了。私底下讲算笑煞变成实言，郭文哲感觉讲安尼写伤有目的性。身兼民众党主席的伊，伫议会备询的时阵，嘛免不了互人关心立委的选情。有风声讲，民众党要将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列做不分区第一，郭文哲第34拼国会席处。民众党不分区排第几名？不会的，这个我去排那个干什么？那个排那个是nonsense。这报纸写你排34名，如果要排哦，本期建议请你排11名，务实一点，好不好？好，是的，那个不要理他。我们在不分区名单方面，其实现在跟民众党都还在协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单出来。依照选罢法的规定，的确是要成为他的党员。那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关卡。这部分区名列第一，郭办方面讲，目前并无确实的名单，加之民众党嘛无伫咧郭台铭的人生剧本当中，区协立委的名单要搁再沟通协调，我歹拄同时间推出人选。若是有消息指出，郭台铭和市民党主席宋楚瑜会伫咧14会面，郭办是针对这个代志好人。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当年便到10月，新竹华阴山大山背脊就规定的扫地扫地是赤甲仔会按山内跳去到溪边，要伫遐生炭下底啊。不过，这赤甲仔咧过车路的时，却定去互车咬着，打到有一阵志工专工要押因过大路，看顾因的平安。叶子啊，我们远远看就很手电筒，对，就很像青蛙，所以路中间的叶子最好就是都把它清空啊。是讲大家小型细里地马路当中，到处说的是室外种类，这是新竹县怀山乡，也是这群水果的厝，为着要减少水果去互车搞掉，除了路边设计有间隔慢行的告示以外，只讲大家摆发起帮水果过马路的行动。不要让青蛙被撞死。所以你打算怎样保护它？帮他过马路，就是让他可以了解动物是怎么他们的生活啊，然后怎么富裕下一代啊。车子会晚上这个时间你会开灯，那灯就会造成他会害怕，那害怕他们自己的行为，他就会停在那里，因为他会认为说，我只要停在这里就不会有危险。可是车子没有发现他。可能过去就会把它压死。发起行动的团体表示，这不单是关怀环境、尊重生命的表现，更加是一种重要的生命教育。希望会使因为安尼得到更加多人的关心。每天他在每一个区段。经过的青蛙，我们做了记录，包括公的、母的，包括尸体啊等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当然，这个记录是希望能够未来让有关单位也好、研究机构也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样。另外，在水果数量方面，根据这几年的观察，数量跟分布的状况，但是都无共款，平均差不多2000多只。暗过在去年所来减少差不多1/3的数量，今年的状况会安怎需要继续去观察。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因为大自然生态变迁，花莲的海岸线愈来愈退后，
早前政府有投入经费，设规大片的消波角，也有人讲叫做肉粽角，总是也有人讲安尼会影响到海边的景致。加在经过近来的工程，佮加强落去，海岸线已经确实有涨，甚至有的消波角下底，佮也有发酸雾出来，可见环境有影渐渐在复原咯。老一辈花莲人拢知影，民国80年之前，花莲海边为保护到海岸线有100公尺长，毋过花莲港起了后，受影响，土山严重流失。后来政府等真济肉粽角，才减少这现象。进前啊，处理哦，拢全咧沙地啦，即马就是即个海水都侵蚀啊，尾啊，迄个地球迄个核酸级甲用这个石头啊，来迄落来贴啊，无你互伊侵蚀入来嘛，那个危险啊。毋过真济肉粽角所影响景观，一直到民国95年开始，地沟河川局开8亿起16座的改善工程，竟然发现海岸线加5到10公尺。那早期肉粽角有部分生酸雾。我们发现了很多的管虫，很多的一些珊瑚跟很多的鱼类。那因为这一次这样的一个发现，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工程，除了对我们的海岸的一个养滩有的很显著的一个效益以外，对于水下的生态其实也营造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空间。花莲的民众嘛，介意伫遮做休闲活动，毋过对水下生态是毋是变好，看法不同。都当然对生态都不错。因为我们觉得这边鱼真的是越来越少，而且一些鱼虾的栖息各方面都不如以前啊，确实有这种越来越少的趋势。地沟河川局强调，离岸浅堤亲像人工鱼搭，对增加鱼仔甲虾仔生活空间绝对有帮助。公部门找恢复生态工法，嘛需要民众配合，莫个乱等鱼网仔本数，才有机会恢复海洋生态。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来，气候有影愈来愈极端，可旱水灾一时皆有。环保团体就是和平调查讲，台湾已经有90%的民众对气候变迁有知觉，嘛赞成政府甲各行各业应该要减少兄弟涂炭，尽量发展对环境较有利的再生能源。全球对抗气候变迁的行动，各国拢有，但施压执政者来达成具体减碳效果，却犹原无明显。台湾民众又果是如何看待气候变迁的？绿色和平调查发现，超过90%民众认为气候变迁造成极端气候已经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冇超过90%同意减少碳加发展再生能源应用。多数民众对气候变迁有感觉，但台湾人均碳排放量5年来一直在成长。虽然我们一直持平在大概25名，但是如果从最近5年的表现来看，其实平均是每年上升大概1.5%到2%这样子的速度。民众到底对气候变迁有感觉呢？受访问的民众表示有危机感，了解极端气候是即马在进行当中的代志，但气候变迁的冲击免怎来调适，民众敢若无啥了解。另外，是毋是会当接受互能源介绍提悬，真正反映环境成本的时阵，态度阁有所保留。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吧，对啊，所以就只能多看一些气象预报这样子，对。气候变迁跟煤电相比啊，那怎么办？就是取得平衡点的地方吧，也不能说为了完全环保就都没有电，那这样子我们怎么生活？这几年来，全球一直出现大雨成灾，或者是欠水严重的极端事件，威胁到性命财产。气候变迁对民众已经是真正的经验，只是免怎做，如何监督政府推动气候变迁的议题是非常大。要讲到对症下药，马上看到效果，会当讲是无可能的任务。记者林俊明、陈佩如台北报道。顶一日咱有报讲，台南山上这一片旧水路的博物馆，当有过整理过，双十节正式开放对外。4天内底人客就超过12万。相对的，园区内底一寡艺术品冰条，嘛互人破坏袂少。主管机关就呼吁行脚到的民众，咱就好好爱顾这片真宝贵的古迹。国庆连续假期结束了后，第一个上班日子，台南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也是有真侪人，毋过人较侪，嘛较有破坏行为，亲像园区的装置艺术、电火条啊，都用破坏。甚至有人是被围墙入来的，园方除了无奈，嘛给人性格用破坏物件放伫仓库等收货。
走过的时候碰到撞掉下来的，也不见得说是一定是民众去拉扯它，这也是希望民众多一点公德心呐。这个园区因为是国定古迹，那它其实是一个蛮具有历史背景的古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后来的民众可以就是去把它保存它，去把它维护它。花园水道博物馆在国庆迄天正式开放，目前免买票，吸引真侪人，已经有12万人次，是台南上热门景点。园区人员希望这么多年打拼，卖去了，呼吁民众都要珍惜跟爱护。是像灯柱被破坏，那我们的装置艺术也有受到一些损坏，像草皮也践踏非常严重。那这些情况都是这几天内的造成的一个现象。同款状况，台南指定花莲园区嘛捌发生过，今年5月份才开播，毋过人伤济，定使用，造成真侪所在损害。经过全面的修复工作，国庆连续假期之前恢复营运。台南市文化局讲，花莲园区甲水道博物馆2馆的营运，会当伫今年秋天甲冬天替山区带来观光客。毋过嘛，呼吁民众都要珍惜，莫互真无简单完成成果消失去。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中寮北仙村有一搭饲猪仔场，10外冬来拢咧排废水，因为即阵阁也无水道水，民众嘛烦恼这污水渗入去到涂骹，会影响到地下水源。南投县环保局10月初去到现场稽查，下令停业，阁要求15天内爱改善，才会当申请复业。遐溪的草皮带真重，我近甲看，水的顶悬阁有铺一寡垃圾领，水质阁乌色的，草甲挡袂牢。遮尔久啊，都受到这个饲猪的臭味安尼甲影响遮久啊，阮特别要食一个饭都安尼朋友来根本都无啥坐，遮尔臭。女娃饲猪仔场会当看到饲猪仔废水直接排入去溪水内面，虽然有放流口，毋过废水处理设备已经无咧运作。当地居民烦恼讲，生活用的地下水嘛已经互伊污染。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自来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自来水，然后水井里面的水很多都受到它的注射的污水污染了。南投县中寮乡这个饲猪仔场，居民投诉讲，涉嫌直接将无处理过垃圾水排去附近道路的水沟啊和果子园，污染附近的平南溪。虽然这个饲猪仔场是合法登记，南投县环保局稽查人员伫月初稽查了后，发现违规的事实，依照水务法罚6000，并且要求暂停营业。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在15天内出清掉，那最长的期限会给他6个月这样子，就是180天内，他就是要把猪清掉到说他至少不用达到申请许可的规模。南投县环保局表示，县内超过200只以上的饲猪仔户有52间，这间伫咧今年数量有600只，煞无申请排放污水的许可，除了会当依法罚6万至600万，超市的猪仔伫咧15天内嘛必须要检量，才会当申请复业。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好尾水源路遮不时都有未少民众来咧运动，但就有人发现讲，路边70外丛大树拢去互铁线和电线箍条条，甚至有的铁线已经拔入去到树壳内底。但好尾镇公所是说明讲，树仔顶遐的铁线是2冬前台湾灯会时拔的，但即马有民众反映，都会赶紧听现实咯。伫咧云林好尾水源路的路段，有10丛莿仔甲1丛山野树，拢去互铁线、电线拔掉咧，而且佫有一寡铁线已经夹入去树身内底。有民众来遮运动的时阵看到，向相关单位来反映，希望讲会当甲即寡树仔面顶的铁线、电线全部拢拆掉。因为这样子会影响树的发展。2年呢都没有处理。对呀，应该要处理。应该要处理掉。对他当初这样设计就不太好。就大条，就大起来都无，算讲无人处理，也无人咧管理，就怎啊坑咧啊？对这个代志，好尾镇公所表示，这是2年多进前，云林县政府为着要举办台湾灯会，因为水源路真外好尾公园，而且佫有一栋日本式的建筑，常常会请人来遮休闲佚佗，就用铁线、甲电线，佫电火来制造灯会气氛。毋过活动结束了，煞无注意到无去甲拆掉，目前会派人来进行作业。台湾灯会顺路做这观光证，一寡迄个物件哦，用。这部分哦，伊迄阵遐一寡咱观光证的设施拆掉，遮伊一寡铁管的部分哦，拆无掉。这部分哦，咱公所接到民众订正了后，咱今日随派人去将这铁线完全拢甲拆掉，互这树啊吼，迄个这好的一个生存的空间。
经过2、2个月时间，有一寡树仔发甲大丛，互铁线豆豆夹入去树身内底，可能互树仔的疏水站断去，致使树身变脆，嘛可会造成树仔倒去来死亡。对这个代志，公所表示会全面进行清查，若是发现这款的状况，会赶紧跳掉，互这寡树仔有较好的生长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县政府举办的台湾设计展，超级讲设计之夜，做法甲演过无相像。因邀请20岁长辈甲身体良好各样的人士来做 model， 行去伫舞台顶。因嘛将家己人生的过程穿点新呢。内底上侪回一个伯啊，今年已经97，伊嘛笑讲透世人毋捌想到，家己也会当变做 model。行伫咧舞台顶，互人看水。今仔日的model有真 fashion 的阿嬷，也阁有东四症的患者，啊，甲这位吐一个拐啊，穿甲真歹的阿公。伊今年97岁啊，接受大家扑甲声，伊规个心花开。这是屏东县政府举办的台湾设计展超级讲设计之夜，邀请国际上听出名的花家设计师吴伟豪来规划，伊带领民众将心内底的话讲出来，啊，搁再将这理念变做是服装顶悬的花草，互每一个 model 拢会使穿家己的故事，行出属于家己空阔的人生道路。每一个人的训练过程那么坚定，那么坚毅，那么要会走向自己人生舞台，不管他良心与否，先天后天，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故事，每一个人在故事人生的舞台上勇敢地表现自己，是不是给他们掌声一下好吗？改变大家永存对model的印象，这场设计师之夜，互行伫咧舞台顶21个主角用行动向大家证明美丽也有时髦，袂因为年岁或者是身躯的挑战，怎受到限制，因要继续行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好买，人讲这叫做布袋戏曲，当有3个社区的长辈，大家做伙合作，将庄仔内大庙指婚师，阁有在地特产土豆粿。拢总编作布袋戏的剧情来宣传反家庭暴力，老大人家己编出头，家己人布袋戏红啊，有影嘛是真趣味。戏台顶一出布袋戏演甲真闹热，搬戏的是婚林好买3社区的老大人，因做伙上剧本，做伙演出。这出布袋戏的主角互孙仔拍，煞毋敢对外人讲。后来经过结婚时神明的指点，孙仔才向阿公来回息的。这出戏的主题结合社区的特色，宣传反对家庭暴力。啊，恁练安尼练偌久？练短啊，差不多1礼拜啦，因为每1礼拜来一届安尼啦。出来安尼大家做伙做下开讲泡茶，安尼真好啦。其实教那个阿公阿嬷玩布袋戏是不难的，因为我们希望把很趣味的东西加入到社区里面，让他们玩得开心。那其实他们玩得越开心的话，他们就会呼朋引伴来到这个社区。婚林好买店的偌内骨头也有行中3社区，是婚林县第1个社区小基金计划的成员。3社区分享资源，合作求进步。3个社区结合起来，运用因的资源共享，啊，来推动着咱这个照顾的业务吼。地方的大庙也有特色的食食土豆粿，拢变作是剧情的一部分。社区的长辈搬起来特别熟悉，搬布袋戏来联络感情，过程嘛真深熟。居民做伙来，社区斗阵拼，幸福就伫遮。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彰化鹿港，才有一身超过100年的抓妈祖，这是无固定的宫庙哦。当年就跋炉主，跋到的人请转去厝里奉祀。有一阵社区的姆妈甲大姐嘛用抓妈祖编一支舞，佮家己做道具对妈祖出巡，就是要答谢神因。头伫高水的抓婆仔手提龟线来跳舞，中华鹿港鸡尾社区的妈妈学艺阵，以鸡尾里天上圣庙做主题，摆出锣鼓阵势，设计精彩舞蹈，甚至家己做道具。这日隆重就是为了要参与抓妈祖游行活动。它是用我们人去装扮，那我们要呈现紫妈祖的精神。所以我们的头套啦，一些道具，我们都尽量用纸雕的艺术去把它呈现。它都由我们自己制作灯头的路线，
那这个阵头路线呢，我们又要有别于一般我们外面看到的阵头，所以我们就创立自己的一些舞步，它有点像创新的阵头。嘉尾里的天上圣庙，为头到尾拢是用纸做的，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伊无固定的宫庙，但是由炉主洪赛伫咧处理。嘉尾社区的妈妈会做月顶，都是为着要敬奉这尊抓妈祖，感谢伊保庇地方。卫理紫妈祖，它已经是在街尾里存在100年的历史文化，只是说外地人也不太晓得有这尊紫妈祖的神尊。所以说借由这个活动来呈现这紫妈祖的一些这个阵头。社区居民真注重这边的活动，虽然练习艰苦，不过真欢喜。要展现因1个月来练习的成果，用上大的信心甲创意敬奉神明，甲嘉尾里100年抓妈祖的文化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气味，也有人讲叫做高桃啊。普遍咱拢想讲纽西兰较出名，不过呾无一定爱食进口的。咱台湾家己伫咧南投信义。海拔1300公尺以上的高山种出来的高桃啊是栽赃黄的，芳开甲甜度1:1，一点仔都无输进口的。园里的边仔顶气味生甲真高，也就是高桃啊。正伫咧南投信义乡海拔1300公尺以上的高山，逐日叶头拢真大。伊用就是气味，敢若有进口的。民众头一摆伫台湾看到栽赃红的高桃啊，感觉相当的新奇，兴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奇异果，在台湾种的，那个感觉非常不一样。栽种的一个面积看起来是适合我们在地这边的一个高海拔来种植。如果达到适当的一个栽种的一个面积来讲的话，我们农会也会给予适当的一个辅导这几冬来，南投信义乡的农民种几万分的气味，农民也无上种高桃啊3冬，产量已经渐渐稳定，会当量产。伊讲，希望当地农民大家做伙拼，建立信义气味的市场。会当种较济咧，产量较有，讲起来讲无市面嘛，较有饼头，饼一寡讲看会较突出无共款的，咱就是大家合作来开发是上好。大部分拢纽西兰、甲意大利、甲中国咧生产嘛，但是你外销的猕猴桃，因为芳度6%6度伊就爱采收啊，所以其实甲咱台湾的市场拢爱去等于甲新界、甲邻国客都会为后手嘛。但是咱在地就是可以在地生产、在地采收啦，所以咱的风味在台湾生产有这个优势啦。台湾高桃啊种植的面积无大，这几年来有豆豆啊增加的现象。去年全台湾大约是12公顷。专家指出，产量少会当往有路的农业来发展，在地生产的气味唔免像进口的需要长度的运送，栽赃红的口感特别香甜。记者综合报道。顶真拼命声，咱来看一个化工原料行第3代少年头家陈碧宪，伊为着望讲化学知识会用伫生活化。特别成立一个 Life 生活化学的网络媒体，用轻松趣味的方式，将一寡困难的化学知识重新解说，就是望要大家了解讲，化学和咱的生活是真有牵连。2014年，陈碧宪成立 Life 生活化学，用轻松笑快的方式，把化学的知识翻译变做真好看的图文故事，讲互一般的人来听。咱的团队呢，其实人无济啊，不过阮拢足活泼的，所以阮就想要设计遮的化学的产品是大家在厝的内底会当家己做遮的实验，互伊感觉讲，其实化学毋是讲咱所想遐恐怖，其实化学会当在厝的家己去算。要改变社会大众的想法，陈碧宪甲团队设计真济好耍的手工课程，透过亲身的体验，互大家有兴趣。嘛算做一个科学媒体啦，阮袂当讲乱写无正确的化学原理，所以阮拢爱去找款参考资料啊，甲国外迄款科学网站内底正确的化学原理。陈碧宪的本心是教育甲分享生活当中的化学知识，想要甲美学甲化学来做结合，而且保持着好闲的心，唔但互家己进步，嘛对别人有利益。希望讲会当甲社会大众做伙来找找一个新式的世界，相信大家拢会当变做生活化学的高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中华溪州一个姓高的少年农民，
因为要做实去饲着水牛，结果到当已经饲死只咧犁残，伊阁招募民众和学生囡仔来学看牛，就是望讲水牛耕田这款正港农业时代的文化，会用得永远流传落去。早起就伫无严格番麦粽的骨仔咬嘴，而且甲甲牧草连做伙，因为即几只牛踮咧食早稻。36岁高一兴是溪州的少年做事人，虽然毋是彰化人，不过为着要互家己饲来做事的牛有更较好的环境，4年前决定讲要搬来溪州，甲4只牛做伙来生活。想放弃，然后又找到理由撑下去，这样，就是找到理由坚持下去，也不是说找到理由啦，反正就是，那对我来说是因为我想照顾这个，因为这个是耕牛，想照顾这种退休的耕牛，然后才做这件事。高一兴表示，耕牛渐渐去互机器来取代，伊想要互耕牛文化会当继续伫台湾传承落去，嘛希望讲会当照顾退休的耕牛，所以拄7档进前开始饲牛。为着要互生活收入甲支出会当平衡，除了带水牛来耕田，而且阁互牛甲民众来互动，阁甲耕牛文化带入去学校内底，而且担任教学团的老师，而且阁甲牛屎做做分销，用农创商品来增加收入。在实体的这个通路，或者是往电商的一个平台上面我们也都协助他们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媒合他们一个进入我们这些平台的一个辅导。彰化县农业处表示，少年人倒来故乡做事，永过拢会拄到技术甲产品通路的问题。除了农委会、青农辅导平台以外，各地农会嘛拢会斗相共提供相关的技术。县政府是协助解决通路的问题，互更较侪有活力甲创新作为的青农，会当互传统的农村有一个新的光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日本去互Hatchbys风台霜冻甲真严重这当阵，日本的橄榄球队国家的代表队加早有好消息报出来。世界杯的橄榄球比赛，日本击倒斯卡兰有史以来头一摆拼入去8强内底。另外，咱嘛看到加拿大这队的比赛，因为风台取消，遐的队员抢嘛是共款比起来，来甲风台霜冻的遮的民众斗款斗拼。来看南韩一个上新的消息，8月份才互总统文在寅提名的法务部长佐国，因为亲人牵涉风波，甚至有风声讲伊的查某囝利用特权，请入去出名的学校读书，引起上百万的民众上街路抗议，但已经宣布请辞了。佐国伫咧9月初9上任南韩的法务部长，积极推动司法改革。不过自得到提名以来，检察官几落摆去审问佐国厝人的亲人。因开手就限密私募基金的风波，甚至以伪造文书这条罪，互人起诉。伊的查某囝嘛，互人怀疑利用特权入去出名学校读书，引起民众大力反弹。当佐国宣布辞职，第一冲击就是原本支持度已经增加文在寅政府。咱来讲欧洲和亚洲夹界的土耳其一国，土耳其的政府伫咧南边的叙利亚迄国内底支持一支反抗军。或者自由叙利亚 FSA， 这2日这支军一直起兵，来拍因国内库尔德这族的原住民。本地库尔德的军队是有得到美国支持，但因为土耳其政府支持的这支军一直进犯，本地库尔德这族关押起来恐怖分子，已经有800多人成功脱押了。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讲法，拄则过这个周末，土耳其政府军发动的空袭，至少造成9个人死亡，其中包括5位平民。发生社嘛引用其他的报道讲，有外国记者伫咧这个上新一波的空袭当中死伤。库德族为主力的叙利亚民主军 SDF 是讲，土耳其政府军和伊所支持的武装势力发动攻势，造成 SDF 死伤有85个人。Daha önceden deklare ettiğimiz güvenli bölge haritasına uygun şekilde yaklaşık 30-35 kilometrelik bir derinliğe kadar ineceğiz. 叙利亚内战期间的反政府武装势力，除了国民党伫咧攻击的伊斯兰国，最后就是土耳其小听的 FSA， 佮有库德族占多数。由美国串联欧美中东民国所支持的 SDF， 这一寡反政府势力之间不时为着争夺地盘爆发激烈的相战。伫土耳其展开新一波攻势进前 ，SDF 伫叙利亚北部边界占领的范围远远超过 FSA， 和土耳其真无自在。趁差不多1000名美军对当地往南移防，土耳其趁势用空袭和炮轰暗号 FSA， 占领 SDF 的据点。
外界认为，美国背弃了协助打击伊斯兰国的盟友，各国也纷纷有团体发起声援库德族的抗议。We have not abandoned the Kurds. Let me be clear about that. We have not abandoned them. Nobody greenlighted this operation by Turkey. 土耳其是北约组织的会员，伫咧中东有重要的战略定位。若是围剿伊斯兰国期间，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 SDF 根据路透社顶媒体一份报道，川普政府上任了后，美军将领和情报单位分别指出 ，SDF 就是库德工人党 PKK 的军事组织。美国联邦政府和土耳其同款，将 PKK 列作恐怖团体。不管美国的做法是背弃盟友，也是按捺北约会员，目前 SDF 已经转向和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合作，来对抗土耳其和 FSA 的攻势。外电分析指出，这个发展会当确定的是，挺阿塞德政权的俄罗斯是经济大转弯上界有好处的国家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非洲北边的突尼西亚这个国家，较当前因为网络的进步，发生万年火革命，改变历史。10月13，突尼西亚的总统大选开始第2轮的投票，独立参选的学者赛德得到上届侪票声，拍算会当顺利当选。支持者就伫咧突尼西亚首都突尼斯市中心大道面顶欢喜地跳舞。突尼西亚总统大选13开始第2轮的投票，出口民调显示，独立参选的政治素人保守派学者萨伊德，一个人得到77%的投票率，是领先真济。أن نبني بقدراتنا تونس جديدة تونس التي صاح الشعب في ديسمبر من سنة 10 و2000。今年61岁，萨伊德是一个退休的法律学者，选举进程的知名度并不悬。毋过，伫即届选举当中，无开真济钱来办注册活动，是用行路的方式，一家一户来拜访，甲选民说明伊要进行的民主政治改革计划，甲更较侪权利交予地方政府甲少年人，得到选民的认同甲支持。يعطيهم الصحة شباب تونس، نحييهم هذوك فلتة بلادنا وهذوك مستقبلنا وهذوك هما الكل. I don't belong to any political party. I am nobody's candidate. 虽然伊无属于任何党派，毋过伫10月初举办的国会大选当中，得到上侪席次的突尼西亚上大党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复兴运动党已经表态支持萨伊德，毋过萨伊德捌伫上电视的时阵表示，伊支持死刑，认为同性恋有罪，保守派观点嘛受到批评。突尼西亚伫2008年金融危机了后，2010年12月份发生百年火革命，人民推翻专制统治，引起中东甲北非国家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毋过了后经济状况嘛是无变好，若是萨伊德当选，头期先必须要面对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还佫有为着要得到国外的贷款，怎样去互要求实施的存在政策等等的经济难题。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的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气温。北部25度到29度，中部27度到32度，南部27度到32度。东部24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